廣東最有特色嘅10隻粽，台山鹹肉粽，美國華人半台山，喺番鬼佬地方食到台山粽，好似翻到鄉下咁啊！湛江甲流粽、雷州鴨乸粽，成隻鴨仔咁啊！喂，有鴨點可以冇雞啊？清遠連州話我夠有雞髀粽咯。江門開平駙馬粽，南宋王朝喺江門結束嘅，公主同駙馬住咗落嚟，就用宮廷御廚嘅手法整咗隻粽出嚟。茂名信義古粽，成隻手電筒咁啊！原來佢係1500年前冼夫人軍隊嘅軍糧嚟噶。潮汕鴛鴦粽，一半鹹一半甜嘅，南方人北方人都中意食。客家灰水粽，將糯米浸喺豆苗灰水入邊，但係入邊係冇餡嘅。廣州黃埔菠蘿粽，第一油菠蘿，第二娶老婆，係菠蘿誕一定要食嘅。仲有最古老嘅肇慶果蒸粽，2000年前趙佗帶50萬秦兵喺肇慶西江邊紮營，就將中原整粽嘅工藝帶嚟廣東啦。你邊度鄉下啊？你哋端午節食咩粽呢？